美國駐加拿大大使被指喺公開場合辱罵安省貿易代表，安省省長杜格福特話唔可以接受，要求對方道歉。而喺南韓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嘅加拿大總理卡尼就話，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有良好對話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星期叫停美加貿易談判之後，第一次喺南韓晚宴上同加拿大總理卡尼見面。兩人隔台對坐，又向對方微笑同祝酒。卡尼之後話同特朗普有良好對話，不過特朗普對加拿大嘅態度未見明顯軟化。佢日前喺社交媒體話，到南韓出席亞太經合組織並唔係為咗見加拿大。CBC 新聞就引述消息話，美國駐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日前喺渥太華出席商業活動期間，用粗言穢語辱罵安省貿易代表帕特森。目擊者話，胡克斯特拉係因為安省近期喺美國播出反關稅廣告而帶動肝火。Pete, you gotta call Dave up and apologize. It's simple. You know, the cheese slipped off the cracker. I get it. You're ticked off, but call the guy up because you're a good guy, and Dave's my champion. Jobs and growth are at stake. 加美兩國關係近期急轉直下，正係源於相關嘅廣告事件。廣告引用前總統列根嘅錄音片段，話高關稅會嚴重打擊經濟，引起特朗普不滿，隨即威脅對加拿大加徵額外1成關稅。